伫新竹竹北新丰粪扫坑大场，昨暗6点半发生火灾，因为这天气伤过热，这导火就被收煞，高烟是呛甲真悬。根据了解，现场大概有10万外吨的废弃物，消防局派出几10台水灵车、上百个消防员去拍火，一直烧到今早起，这火势才有控制落来。 消防人员赶紧转水，新竹县新丰粪扫场昨暗传出火灾，大量的粪扫加上臭味，到底附近的民众拢讲实在有够臭。很臭，像什么味道？腐烂的味道啊！如果它那个没有在烧的时候哈，它夏天呢，因为天气热哈，它有一个腐臭味。因为风用的关系，粪扫着火烧的臭味，直接吹往竹北地区。昨天晚上到现在。 去竹北回来，还是鼻孔还是有那个味道。目前新丰粪扫场差不多挖10万外吨的粪扫量，拜一透早，管护人员也来到现场了解状况。初步判断是因为天气烧热所引起的大火。目前呢，我们在失去救灾状况是属于残火处理的阶段目前火势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不过这些残火呢是因为深层的燃烧，所以呢还是有一些浓烟。 另外，环保局人员也在现场加强检测，惊火搁倒起来。因为附近挖近西滨公路，交通单位也提醒民众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